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談神一分鐘嚇。今日6月6號星期五啊，中午噶啦嚇，恆生指數咧都係衝唔破23,900。嗱，我成日都話23,900係100月線阻力，當然啦，衝唔衝穿咧月底先計。老實有試過月中衝穿嘅，3月份咪係咯咁樣。咁所以唔係叫大家做淡啊，只不過嚟到呢啲水平嘅時候咧，再去短炒，大家就要小心啲嚇。特別要小心咧，我記得都提過大家啦。所謂新消費 F4 嘅股份嚇，蜜雪啦嚇，毛哥平啦嚇，老鋪啦，泡泡瑪特，即係唔係話跌就於是乎話佢好差，而事實資金湧入，令到佢哋估值超高嘅時候咧，而家相繼都下調嚇，仲要小心嚇個別咧準備限售股解禁嚇。嚟到呢啲水平，我哋繼續觀望啊，唔好太過進取。下次再 update 大家。